1分鐘內平衡能量嘅秘訣。你嘅生活有時會唔會令你覺得失衡呢？唔使擔心，今日我會教你一個非常簡單嘅方法，只需要1分鐘就可以快速平衡你嘅能量，並且帶俾你平靜同力量。而家深呼吸，準備好去尋返內心嘅平靜啦。合埋眼，等自己舒服啲，輕輕咁吸一口氣，感受空氣由鼻入慢慢充滿你嘅肺部，然後慢慢呼氣。喺呼氣嗰陣，將一日嘅壓力全部放走。呢一刻係同自己連結嘅時間，只有平靜，同自己結伴。呼吸嘅同時，喺心入面默默咁講：我好平靜，我充滿活力。呢啲正面嘅說話，好似心靈入面嘅種子，喺你心中種落一份正面嘅力量。一片又一片咁重複，你會慢慢感覺到體內嘅能量開始穩定落嚟。合埋眼，想象你自己身處喺大自然入面，可能係清晨嘅森林，又或者係陽光底下嘅沙灘。等呢幅畫面好似流水咁，慢慢沖走你嘅煩惱。呢種想象可以即刻將你嘅心情帶返去平靜嘅狀態，重新揾返專注同活力。只需要1分鐘就可以令你更接近內在嘅平衡。而家就開始行動，每日花1分鐘去練習呢個方法，你會對自己能量嘅改變感到驚喜。記住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同我哋分享你嘅感受，開始你嘅個人成長旅程。記住，平衡永遠係你伸手就捉到嘅。